憑2022年香港小姐競選獲得友誼小姐而入行嘅藝人邢慧敏，響最初參選嘅時候仲俾人揶揄個樣似男人啊！但係事實係擁有高挑身材同埋白滑長腿嘅佢，越大就越成熟靚女。佢仲不時向粉絲分享生活嘅點滴兼派福利。近日佢喺社交平台仲晒出一輯新造型嘅靚相，仲留言話呢一組新照片係新風格 style。從相入邊可以見到佢將頭髮整齊咁樣盤起，露出利落嘅五官線條，更加顯得精幹，而且仲佩戴咗一副細邊金屬框眼鏡，眼鏡娘嘅魅力十足。響服裝方面，佢上身着咗一件白色長版運動 polo 恤，響頸嗰度仲配搭咗一條灰色斜紋領呔，同寬鬆嘅衣身呼應，展現出隨性同埋中性嘅魅力。下身就利用咗長版襯衫遮住短褲，形成下身失蹤，加上一雙黑色厚底膝下長靴，突出咗白滑修長嘅美腿之餘，仲增加咗視覺嘅重量感，平衡咗上身輕盈嘅白色色調，同時令到整體比例更加顯得高挑，增加咗唔少型格感啊！